阿雄，拜五拜六礼拜，咱无看到全家有智慧要安怎啦？这简单我来讲，咱即马网络顶悬吼，拢有底版的迄个全家有智慧哦，要看随时拢有。请问俗语咧讲二八乱传衣，内底迄个二八是啥物意思？二月甲八月，有听过二八乱传衣无？应该有听过无？是毋捌听过啊，毋过我是毋捌听过啊。应该是二八乱传衣，216岁呢216岁呢？216岁哦。等于为囡仔要当大人，伊想要穿较水的。我感觉是二月甲八月，热天甲寒天，乌白天，我感觉有天气无这较有逻辑，这才靠。甲拍落就对啊。 16岁敢若怪怪。 16岁，伊当要当大人，毋知咩穿，伊敢穿就。你莫来乱啦！你讲一堆的呢。我你建议嘛？你跟对面啊？我感觉是应该是2月甲8月啊，你感觉？热天应该是对啦。应该是安尼。换人甲热人嘛，对不对？啊是外国查某，我是感觉是外国查某，因为啥物是外国查某？外国查某拢不来穿衫对无？毋是，因为较早比如讲清朝的时阵，因穿的衫甲阮无共款，我就讲因爱黑白穿。哦。啊，这二白黑白二白对啊。2到30你无？哎呀，二白。哦，28岁外国查某拢不来穿衫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对。对。一个 A， 一个 B， 一个 C。我感觉今日团就对伊啊，你家己感觉咧？哎，起。队长，你决定啊！我决定哦。你感觉哦？我感觉是 A， 2月甲8月。乔瑞，确定。确定。好，咱来看一下2月甲8月，对。 哎呦，玻璃加仔哦，迄歌拢流出来啊！来分数甲家庭，终于得到6000咯！咱来听老师安怎讲好不好？好，来老师。 嘿，咱这个月份吼，先讲迄个读法发音的问题，咱拄则有小可讲唔对吼。你讲数字的迄个2啦8啊吼，迄爱用迄个无变调强调的意思来讲，所以是2月甲8月，袂使讲2月8月安尼唔对哦吼。2月甲8月，吼啊拄则咱这古历这堆内面已经有讲到部分啦吼，就讲这个拄啊好古历，这拢用古历讲的啦吼。古历的2月份甲这个8月份有无？拄啊好是冬尾。 啊，加热天的尾流安尼吼，啊，迄种时阵气候也毋是讲做啊，毋是讲做寒，所以讲黑白穿拢袂要紧啦。你可能穿长啊会使，可能穿短啊会使安尼，嘿，所以是这个意思。